中共当局要求公费留学生出国前签署协议，承诺留学期间效忠中共。海外民运人士指出，中共还利用海外学生会监控留学生的言行举止。瑞典媒体每日新闻日前报道，瑞典隆德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透露了一份协议文件，显示公派留学生除了必须宣誓效忠中共政府，还必须为政权利益服务，而且绝对不能参与违反中共当局意愿的活动。报道说，瑞典其他大学随后也开始了检查学生的文件，目前已通报至少有30多名中国公派留学生曾与中国教育部管辖的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该协定。中共当局疑似通过类似协议，将留学生派往海外窃取技术、情报，并打压人权。实际上，中共强迫公派留学生签署相关的协议做法由来已久。分析人士指出，中共还利用海外学生会监控留学生的言行举止，通过定期举办郊游、野炊、烧烤等活动给他们洗脑。反对中共政权的人士，他们在中国的亲属和经济担保人会受到中共当局的威胁和处罚。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美国、加拿大、荷兰和其他的国家。近期，中共在驻葡萄牙大使馆周边安装了3台摄像机，被附近居民控诉侵犯隐私。葡萄牙政府目前已介入调查。路透社1月19日报道，2个月前，中共驻葡萄牙大使馆在其建筑外围安装了3个360度大型全景监控摄像头，其中1个摄像头对着公共道路，另外2个则可以直接拍摄附近的公寓楼，引起了周围居民担心自己的隐私遭到侵犯。根据葡萄牙法律规定，监控摄像头不能面对他人房产或公共道路，即便安装摄像头，也只能拍摄进入自己房产范围内绝对有必要拍摄的内容。葡萄牙外交部1月18日表示，已要求有关部门评估中共大使馆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是否符合规定。1月19日，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就悄悄地将3个监控摄像头的其中1个拆除，另外2个摄像头也被调转了方向，不再面向大使馆的外围。1月23日是武汉封城3周年，人们用鲜花缅怀因中共病毒去世的亲人。与此同时，中国各地正在加紧生产火化炉。大年初一的武汉，大街小巷处处摆满了菊花。这是中共当局放开管控的首个中国新年，人们纷纷用鲜花和祭品悼念在疫情中死去的亲人。2020年1月23日，中共官方宣布了封锁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举世哗然。那个时候，人们对这种新型病毒还知之甚少，但中共当局已经开始了对披露真相的独立记者的封杀。然后就觉得前面是病毒，后边又是那样的一种可能会被抓的恐惧。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因为最可笑的是什么？我干什么都没干什么。就是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我们都没干什么，大家都没干什么。你就比如说现在大家举张白纸，怎么了？他们或者规则制定者，你在怕什么呢？我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火苗，也许就是像我这样的小浪花有足够多了，或者慢慢的它引起这种复杂的质变，对吧？就像蝴蝶效应。网传一家火葬场的知情人透露，江西九江彭子县1个月内死亡6117人，而往年死亡不超过100人。死亡人数剧增了60倍。当地殡葬业者表示，现在接运遗体和火化都需要排队。中国的火化炉制造企业也在24小时加班赶工生产。根据一项不完全统计，自1月份以来，全国跟生产火化炉有关的公开招标项目至少有37个。中国中共病毒疫情海啸导致了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但由于政府财政缺钱，医护人员在延长工作时间的同时，还面临着减薪、被拖欠工资等困境。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南方大城市一家医院的周姓外科医生透露，在最近大量染疫患者涌入之后，他已经3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他说，最晚收到的9月份的工资减了近4000元，医院还取消了2022年的季度奖和年终奖，医务人员的士气现在非常低落。这名医生还说，医院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就是不发，而且医院还不允许他们辞职。如果现在辞职，他们的人事档案将被列入黑名单，这实际上是对他们今后在公立医院找工作发出了准入禁令。
新年本是家人团聚的时刻，但有不少参与白纸运动的示威者被中共当局抓捕，无缘与家人团圆。白纸运动过后近2个月，中共当局不断扩大抓捕范围，对老百姓实施着秋后算账，甚至没有参加白纸运动的民众因为给抗议者担保被抓捕。德国之声的报道说，参加白纸运动的青年中已有很多人被抓捕，抓捕罪名已由最初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变成了寻衅滋事。而早就被中共抓捕的曹芷欣等青年，今年过年无法和家人团聚。26岁的曹芷欣是北大出版社的编辑。去年11月27日，曹芷欣和朋友一起拿着鲜花、蜡烛和白纸，参加了北京亮马河畔的悼念新疆火灾遇难者的活动。这场火灾中，因中共的极端中共病毒封控政策，导致了至少40多人的丧生。悼念活动迅速发展成了全国性的白纸运动。11月29日凌晨，曹芷欣和他的5位朋友就被传唤到片区派出所，在接受了所谓的教育后被无罪释放。但就在他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时，警察开始了秘密抓捕。曹芷欣预感自己也会遭遇相同命运，所以在被消失前留下了视频，向外界求救。曹芷欣的视频发表后，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并被大量转发。但在中国到底有多少抗议者被抓捕，目前还无法准确统计。在美国的维吾尔工程师卡乌萨尔瓦伊提近来在推特上求助，他19岁的妹妹卡梅莱疑似因为转发乌鲁木齐大火和各地的反封控示威运动，在寒假返回家乡探亲时被警方带走，至今音讯全无。他怀疑这跟白纸运动后中共当局秋后算账有关，呼吁大众关注。自由亚洲电台1月25日尝试致电阿图什公安局、阿图什人民政府办公室，截止发稿都无人回应。凯沃沙尔说，他的父亲在2017年至2019年被关入集中营，这对当时只有14岁的妹妹来说，影响是变革性的。妹妹经历了创伤、孤独与忧郁。2019年夏天，在美国的凯沃萨尔参与了新疆集中营受害者证词搜集的活动。1个月后，他在新疆的家人跟他断绝了全部联系。他最后得知，家人在安全考量下，不得不承诺警方不与在海外的儿子联系。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共病毒疫情感染人数以及死亡数字令外界质疑。根据中国医疗卫生系统人士透露，近2个月各地注销户籍的数量比平时增加了3至5倍，2、3线城市更高。根据江苏医疗界人士1月25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披露，根据医疗系统及民政部门的内部数据，去年12月初至今，注销户籍的人数同比增加了3至5倍，部分地区更多。该人士说，中国2、3线城市的医疗条件差，死亡人数更高，强调官方公布的住院染疫死亡的7万多例中，未提及在医院外的染疫死亡人数。中共升高对台湾威胁与打压国际空间之际，美国众议员蒂芬尼15日率领其他18位国会议员提出决议案，呼吁美国结束一中政策，正式承认台湾独立于中国，并说美国与台湾也该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他说，是时候改变现状，承认美国数十年一直否认的事实，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美国长期与重要合作伙伴，早该正确承认台湾独立于中国。蒂芬尼曾在2022、2021年提出过类似的决议，到今年已经有18个众议员响应这项决议。